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The Apps 校園版會計系統示範。The Apps 係專為香港幼稚園同教育機構而設嘅智能會計方案，採用 Web-based 網頁平台設計，提供外聯網同內聯網版本，配合唔同學校嘅運作需要。系統操作簡單，無需傳統繁複嘅 Control Account 概念。學校可以按需要選擇簡化或者詳細嘅使用方式，令日常會計工作更加輕鬆、更有效率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睇睇The Apps 點樣協助學校處理日常財務管理。首先，系統已經預載適合學校使用嘅會計科目表，唔需要由零開始建立賬目分類。開通之後即可快速投入使用，大大減省前期設定時間。同時，系統亦支援分析功能，方便學校按唔同賬目、資助項目等進行財務分析。例如，系統已預設分析一，包括幼稚園計劃帳、學校經費帳、優質教育基金等等；而分析二就包括恆常津貼同埋其他專款專項資助等分類。透過靈活分類，管理層可以更清晰掌握唔同範疇嘅收入同支出情況。你只需要喺建立收支項目時揀返合適嘅分析分類，之後就可以透過分析報表快速了解相關分類嘅收支狀況。喺幼稚園模組嘅學生人數記錄功能入邊，學校可以記錄每月學生人數資料，系統可以配合學生人數自動進行相關費用分拆，方便處理唔同資助或者成本拆賬需要。另外，學校亦可以預先設定學費、膳食費同埋其他商業活動項目嘅收費價格。設定完成後，系統就可以快速建立相關收費活動單據，減少重複輸入工作。至於日常支出，就可以透過支出功能直接記錄。系統支援拆賬功能，可以按當月學生人數比例進行拆賬，提高入賬靈活性。完成後，系統仲可以即時生成支付憑證，方便存檔同審核。而存款功能就可以協助學校記錄日常銀行入賬資料，所有記錄都會自動更新至相關賬目，方便之後對賬同生成報表。如果需要處理大量文件，系統亦支援批量列印功能，可以一次過列印多張憑證，有效減少重複操作，提升行政效率。另外，透過日記賬功能，學校可以記錄每日交易，而系統亦會自動更新總賬同相關財務資料，確保賬目準確一致。銀行對賬方面，系統亦都提供銀行對賬功能，方便核對銀行月結單同埋系統記錄。學校可以快速揾出差異，提高對賬效率同準確性。學費管理方面，只要喺客戶清單準確設定學生資料，系統就可以按月份批量建立學費發票。你只需要揀選收費月份，即可快速生成相關學費到銷售清單，大幅減少行政工作時間。如果學生有學費減免安排，你亦可以喺學生資料內設定減免狀況，包括減免類型同批准日期，系統會自動更新相關記錄。之後亦可以簡單建立相關減免貸項通知單。而透過批量收款功能，學校可以一次過處理大量學生收款，特別適合學費收取情況，有效提升收款效率。至於註冊費處理方面，你可以利用客戶訂金功能記錄註冊費收款，等學生正式入學之後，再透過客戶退款功能退返相關註冊費。除咗日常操作之外，系統亦提供多款分析報表，例如系統可以快速生成分析資產負債表，你只需要選擇所需日期同分析清單，即可即時掌握學校資產、負債同資金狀況。而分析損益表就可以協助學校分析收入同支出表現，方便管理層了解整體營運情況，更可以透過分析二損益表，以唔同分類方式進一步分析財務數據。
報表採用直向顯示方式，可以更清晰展示每個津貼或者資助項目嘅收入、支出同埋結餘情況，方便學校進行比較同埋分析，進一步提升報表靈活性同埋分析能力。另外，系統亦提供審計報告協助功能，幫助學校管理人員準備提交俾教育局嘅審計報告。系統已經預先載入相關審計報表，並已連結學校賬目，只需要簡單一撳，即可自動生成所需數據，節省時間之餘，亦可以提升報告準確性同完整性，令整個財務審計流程更加順暢同埋高效。預算管理方面，學校可以按月輸入預算資料，方便之後監察實際開支情況。你可以選擇直接複製上一年度實際收支金額作為本年度預算，或者喺輸入一個月份預算後再複製到之後月份。另外，亦可喺總計欄位直接輸入全年總預算金額，系統會根據所選日期範圍自動平均分配至各個月份，令預算設定更加方便快捷。完成預算設定後，系統亦可以快速生成預算報告，方便比較預算同實際數據，協助學校進行財務規劃同資源管理。The Apps 致力為香港教育機構提供更簡單、更高效嘅會計管理方案。除咗示範影片中提及嘅日常收支、學費管理到報表分析、審計協助同預算管理等，我哋呢個平台更支援不同嘅裝置登入，亦提供參與界面，方便學校唔同使用者全面掌握財務狀況。感謝你觀看我哋嘅校園版會計系統示範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歡迎聯絡我哋安排產品示範。多謝。